远东汽科集团以远东汽科西门院作为起点，开始长期性的义诊服务，协助台南失亲儿童的汽科保健甲治疗。对此，台南市政府小局局长陈英基马校长致敬感谢中表达肯定。最近有新开了几个院所，然后我们也有很多的主治医师群，然后利用这个机会，我们可以透过很多的服务据点，帮助失亲的基金会，让他们里面的小朋友能够得到更完善的口腔健康照顾。我们会提供更完善的一个照顾跟一个看护来帮他们达到更好的口腔健康。失亲儿基金会服务对象对幼稚园到大学生拢有，普遍对着基本的口腔保养比较较无注意，容易造成皱起或者是其他疾病。透过远东汽科的定期协助，来帮助这的失亲儿童。那基金会的服务的对象主要就是父母亲一方或双方过世的儿童、青少年。虽然失去，但是他们不会失去学习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期待透过从小陪伴他们，去点亮他们心中的梦想，然后以至于他们能够长大有力量之后，他们不忘记能够回馈我们的社会。这摆义诊预计帮助360名失亲儿童。失亲儿基金会南区主任嘛非常感谢远东汽科集团的斗相共，接着甲失亲儿基金会合作，互因先进社会公益。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